各位乡亲，目天固执善变，三个人一路向前行，路愈行愈远，三个人的心却愈来愈无同。固执讲，我认定的代志，啥物人讲，我拢袂改。伊相信家己，唔爱听人的劝。善变悄悄地讲，人生本来就爱变通，有较好行的路，创啥一定爱行一条。伊凡事只想简较轻松的。目天静静啊讲，我嘛毋是拢明白，毋过我相信传道人旨意的路，我要学习相信上帝。各位乡亲，固执相信家己，善变相信感觉，目天相信上帝，三个人的方向开始无同。三个人抬头一看，前面的路变做一大片的落雨梅，真正的考验要开始啊！真正决定人生方向的，毋是嘴讲，是拄到考验的时阵，三个人敢会做出同款的选择。要知后来安怎，咱后回继续讲落去。